企兩邊，45度嘅三分線。向下成，直頭行過嚟呢邊啦，係啦，啱開佢啊，係啦 ，OK， 你都係，家姐落去底線，咁樣我一啲拉開，好啦，咁呢一度指喺攞個波啊，控晒咯，一完冇走過去，係啦，唔緊要，翻去再做好佢，幫球正先，係啦，唔需要咁樣，冇所謂嘅，好波嚟，逼你啊！ 喂，手波，數人，係啦，揾翻個長手。你又係咁？係啊，你有數人就揸。一樣啱啊！你無端端拎幾個波做乜嘢啊？個責任喺你嗰度嘅。喂，飛手跟住拉開，係啦，再俾啊！可以，叻女，回防啊！你唔入就回防啦。 你而家咧出好大嗰啲鏟啦，一鏟妙，望下踢望下出邊，可以俾波嘅，係啊，其實 OK 啊，做得好好噶。其實飛手啊，唔關你事，行出去啦，係走啦，往前啦，出下前球波，最後啲，但係你上啦，會快啲，佢而家要幫佢咯，跑，追佢啲，穩陣上，一對一上晒。 你攞手波嘅啊，揸住先打你波，跟住你有邊個傳翻出去 ，OK？ 你唔會。喂，邊個守邊個？出聲，家姐，追埋，舉手啦。OK， 自啲啊，你唔係高晒，呢球就守唔到㗎，要搶籃板啊，換人。 向下成隔離嗰個，佢一下衝入去啦，手得出去，係啦，短橋嚟嘅，舉手，喂，射好啊，姐，好，繼續，我陪佢跑啊，俾下佢，好嘅，子啊，係咪諗翻嚟啊？邊個好走？
快啲。而家未俾人衝你咪犯規咯，個拍個腦啦。前後腳做好，係啊，右腳喺前面。Good shot，對方，他成他嚟。嚟數啦，邊個幫邊個？係，你好，係啊，舉手啦。我知道有機會啦，可以嘅，唔好輸之前舉手啦。喂，蘇教邊個啊？家姐。第一次，係有波，係再俾你個原則話俾佢。係啦，再住啲啦。有冇車衣幫手？車衣幫手上打。係。好啊！搞咩啊？唔使拍波啊！呢球傳翻出去咯。指啦！OK， 得唔得？啊，結堅力，拍波之後先行，你成周心急咗行你先拍波。受波，出聲，家姐受邊個？邊個？呢一個係你嘅。轉。一齊啊！搶晒，留入去。OK， 好，你話走你冇理要，轉 B 啦，再轉啦。呢叫嗌波啊！再轉，有人幫手，係射得，再打佢，舉手，係 good feel， 再轉，來對，準備接後備，係啦 ，good， 係阿怡，係咪冇得打？第一時間再前翻去咯。左邊打唔到啊，轉去右邊打唔到，轉左邊。雨晴，打上去，快跑落去。手波喂，10秒，舉手啦，冇輸啦，舉手。我實啦，黃大炮。係好啲，但係我覺得你可以攞到個前跑球。係啦，唔緊要，係啦，開球啊！黃波啲力，大炮。好個 V 吧，跑前頭有啲，跑得啲力。OK， 做好跳停啊，係咪？手波啊，空晒咯喎，亂用頂又。踢嘅手啊，手